收看《狗狗共好吧》，我是明华。今天狗狗直击带大家到哪里呢？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厨师的点点滴滴。里头呢有一位厨师很特别，他为了学好法式料理，还特别到了法国蓝带学院去学习哦。所以他的法式料理有哈嘎跟米西，带您看看。低着头认真准备客人餐点，他是法式料理的厨师林昌盛。本来他是媒体人，为了一圆梦想，特别到法国蓝带厨艺学院学料理，花了2年的时间，学了一身好功夫。回台开店，做调咖兼做厨师，他选择回到苗栗家乡铜锣，开始一间很有乡间味道的法式料理。人家说呢，女人有2个 V， 也就是2个胃，一个就特别要来装点心的哦。而且这个点心可以看到呢，不止漂亮，而且好吃。最特别的是，它用的是哈嘎跟草莓哦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道是这个草莓费南雪，是用完了太府维亚这个道地的草莓来做。他把在地食材融入法式料理当中，让民众吃饭也能够很享受。他花了懂多时间研究点心，因为他发现很多人吃饭过后很想吃点心哦，而且最棒的是哈嘎点心米西懂后。不管客家菜还是中式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工序多，还有它有一定的，譬如像它的酱汁是它的灵魂。我想法式呈现出来不只是好看好吃。好，我相信它也可以融入在地的食材，然后去发挥创意，呈现出来就是很不一样的法式料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主厨的餐厅啊，在田园里面竟然有这种法式料理的氛围，还融合当地的食材元素，真的好棒，我也非常喜欢哦。当然了，我们认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呢，就是厨师、处食、处食。第2个呢就是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第3个呢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吃饭过后好想吃点心哦，吃饭过后很想吃点心哦，吃饭过后很想吃点心哦。台港都会讲啊，其实呢吃饭，吃咸的跟甜的其实分2个味，特别对女生来说，所以吃饭过后很想吃点心哦。好，要记起来喽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